情，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身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但是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负这才能再可害。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将永远要搁做，你又能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免来啰嗦。Hello， 欢迎我们的J21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喽！哇，非常的准时哦，真的是8点就准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呢线上好朋友呢跟我打声招呼，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让我们继续来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等待一些观众朋友上来雨涵电台咯。好看知影，本宫特别闹家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下，怕你唔知你唔知伊，今日请你食甜笋茶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只看开，想要做的事想要办，不要打落别的心地界。大道兵做万金之苦，抓定阿头来面说。Hello， 线上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晚上好！哇，欢迎我们的雅文也进来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哟，给你一个欢呼声哦。节目一开始呢，一定会唱一首我们的歌仔戏曲调，这首叫做《都马调》，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都马调》。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来笑嗨嗨，咱的节目卖凊彩。内容知识当时行，成知才袂心惊惊，听段武汉广播，互恁听，祝恁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别忘记呢，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那呢，如果有休播的话，也会在网站上呢有些这个通知哦。别忘记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咯。也欢迎我们的 ALDI 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
欢迎我们的彻哲也上来宇涵广播电台喽。他说呢，今天去喝咖啡，他的品味呢是这个水洗的这个浅焙，有着呢这个橘子皮哦，然后呢以及带点洛神的味道。哇，这个香甜的酸甜的咖啡呢，喝起来很有层次哦，在你的喉咙，在你的心中非常的优美。以及呢，在直播间享受这样子很好的帮助每个人造化文化以及美光，尝试呢这个演化给每个人的心中福气。感谢各位，今天非常的棒，天天都是好心情，每分每秒的快乐神仙。感恩我们的彻哲。也感恩我们的雅文哦，你也过得很好，对不对搞笑片对偶尔呢，这个主播都会有一些搞笑的片段啊。明天呢，是不是我们的台风就要来了呢？那呢，明天的台北地区早上的这个降雨几率呢，在40%。但是呢，这个晚上的降雨几率呢，在70%哦，等于说它的早晚不一样的啦。我们呢，从这个台北看到台中，看到台南，看到台东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天气呢都是相反的这样子哦。欢迎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上来宇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那呢，今天会有一点大舌头为什么呢？因为嘴巴快要破洞了会有一点点大舌头的感觉，然后呢，也有一点点小小的要感冒了，所以说呢，对，所以说声音不会到很好跟大家说声抱歉也欢迎大家上来聆听宇涵的广播电台。明天呢，台中的天气大概在20%左右。但是呢，晚上的话呢，这个雨天的情形就会到达50%哦。所以台中的朋友白天还不用担心，但是呢，晚上就要注意喽。那台南地区呢，明天的天气呢，这个早上就有80%。晚上呢也是70%，所以说呢，没有差到多少所以说南部的朋友，不管我们台南、我们的高雄的朋友，都要记得呢携带雨具还有我们台东的朋友，早上在90%左右，这个呢晚上大概在70%左右，一样也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安全，也是很高的趴数咯。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上来宇涵的广播电台，也帮我按赞大家都要记得出个声音，也欢迎我们的苏冠宇上来宇涵的广播电台。没错，这个呢皮筋儿小蘑菇呢昨天没有上来，对不对？昨天呢你跑去哪里了呢？昨天是不是跑去其他台看了呢？因为听说这个师傅休播，对不对？你的信打错，这个什么，这个蔡伟成说呢，他找不到你，是不是？你们是有认识的吗？也欢迎我们的伟成感恩您。是的，明天台南不用上班上课。明天呢，台南以及嘉义，还有我们的高雄、我们的台中，然后呢，我们的屏东，还有我们的澎湖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所以有这些县市的朋友呢，不管是台中、嘉义、高雄、台南、屏东以及澎湖明天呢就可以休假一天哦。但是呢，雨天风大，然后呢不要往外跑记得今晚如果可以的话呢，去备点东西去备个泡面也好，去备个饼干也好欢迎大家呢今天呢一定要去备货一下下感恩大家。
哦，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说呢，昨天睡着了哈，没关系，睡着也没关系哈。那呢，有空再上来观看雨涵的广播电台，因为呢，昨天淑芬姐也在说，奇怪，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哈，怎么没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伟成，哇，原来你们认识哈，互相切磋、互相交流都非常的棒哦哈。哎，你还知道他的名字？像我呢，我都还不知道我们皮筋儿小蘑菇的名字哈，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好笑哈。再来呢，刚刚一开始有先唱个都马调，那我们再来唱个七字调，也是用我们传统的歌词，这个呢，新卡北北照三关以及细盆波丹白细微来所来唱这首七字调，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喽。新卡北北呀，照三关，该我所以哟会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存。四盆牡丹啊，百事为无风无摇啊，好诶袂开。等待三家啊来等落水。落花心啊，好诶照开。这首呢是我们传统的七字调，也就是我们歌仔戏的国歌哦。那用这个新卡北北照三关，大家呢也比较好也比较有听过。那呢用这个细盆牡丹白细微，让你们熟悉一下下哈。哇，欢迎我们的新树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而且呢，新树居然听得懂吼，这个是小生小旦的切换吼，感恩我们的新树，我们的新朋友哦，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上来。哇，我们的策哲哈有一些话跟大家讲，我来看一下下哈。这个策哲说呢，原来都是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带来的，感恩这一些师兄师姐，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感恩我们的伟成，感恩我们的新树哦，别忘记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感恩大家哈。先给你唱首感恩的歌哦。原来是如此啊！原来是跟你讲成陈雨涵哈，帮我改了姓氏，所以说呢，你找不到我的这个 YouTube 哈。没错，我是郑雨涵哈，这个郑成功的郑但是的这个不会没有很会读书啦哈，我就是不会读书才来演歌仔戏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策哲说呢。冰块冰淇淋呢是治咳嗽，已经10多年了哦，翻墙给各位哦。
哇，真的是改观我们的想法哈。原来这个冰块跟冰淇淋可以治咳嗽哦。所以说呢，我等一下就来吃一下这个冰块跟冰淇淋哦。既然我们这个策者所提供的，那我等一下就来吃哦。欢迎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先感恩一下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的推荐哦，感恩你。没错今天换淑芬姐没有上来了，别忘记我们的新旧朋友，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那也欢迎你们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感恩大家感恩这些师兄师姐们，感恩。没错就是这样子小生小旦的互换，以及呢我们的策则说你感冒呢，所以姜母鸭、麻油鸡千万不要吃，不然呢感冒呢会越来越恶化哦。只要感冒而已就不能吃这个姜母鸭以及麻油鸡。所以说线上的朋友也可以一边呢互相切磋，因为呢我们的策则呢以前是我们这个流水席的中破塞哦，所以说呢大家互相切磋一下但是呢先跟各位线上朋友讲一下，今天呢讲话会有点大舌头因为这个嘴巴快要破洞也快要感冒了所以说呢听起来会有点大舌头，有点痛苦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哦，没错，感恩呢我们的这个皮筋儿小蘑菇所介绍这么多的师兄师姐，这个新树兄啦，我们的伟成跟你一样找不到陈雨涵还以为是女生在唱歌哦，感恩大家。我们来一首呢真的是女生出台所唱的歌曲，也就是呢我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呢，她是一个很娇蛮个性的公主，她叫做李君蕊。那呢这个公主呢，她为什么很娇蛮个性？因为呢她是这个皇上的女儿。以前呢在这个皇家的女儿她是不能出，千金小姐她是不能出门的，她只能呢在自己家里的这个花园呢走走逛逛。所以说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李君蕊这个公主呢我怎么样来呈现呢她的娇蛮个性但是呢你们要先等我喝口水，因为呢这几天快感冒了所以说没有什么声音，你们等我喝一下但是说呢快感冒没什么声音呢，还是喝了一下这个饮料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仔戏曲调，叫做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欢迎大家。鸳鸯公伯七早相绣，心不跨西不留，对爱多子举白袖，恋恋今宵老优秀。滚对
乐呀归。片段大伯心相拼，桃地红冠并随，天天乐观拼搏赢，大家比赛的孤单。哇，感恩线上的大家哈，我有看到好多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呢，新树说呢，能不能唱一下这个河洛的七里呀？七字调呢，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唱一下哈。刚刚呢有唱过这个传统版的七字调，有唱过这个新卡北北照三关，以及呢这样子的戏本无单白细微。等一下来唱这样的七字调呢，来唱这个《一怒打金枝》CD 专辑里面的七字调。然后呢，这个新树说呢，等一下唱都马调吗？也可以啊，等一下来唱一下都马调给大家。这个皮筋的小蘑菇说呢，我也知吼，没错，因为呢，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吼，线上的大家。其实呢，都不是听歌仔戏而来的哈，都不是说本身就在听歌仔戏啦，又认识了什么样的人啊？大家呢都是刚好滑一滑，刚好在师傅的下一台呢，刚好就滑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就来聆听我们的广播电台。也因此呢，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啦，以及我们的淑芬姐啦，都互相介绍哈，让我们的新树以及我们的伟成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也感恩我们的新树以及伟成哦。还有线上的朋友哈，要记得跟我打声招呼，我才知道哈，大家上来了哦。因为呢，我只看得到这个人数哈，我看不到有谁上来。感恩大家，欢迎我们的 PO 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他说呢，你很伟大。现在的年轻人呢，很少唱歌仔戏哈，这是奶奶那个年代的。这一代呢，没有人喜欢看了，谢谢哈，感恩我们的 PO 大，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然后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音乐呢是音效卡里面本身的音乐哈，应该是大陆那边的音乐。所以说呢，上次有这个线上粉丝好友在问说，这一首歌是什么歌哈？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了哈，这是音效卡里面就灌好的音乐哈。所以说呢，你真的是科的腮胡啊哈。欢迎呢，我们的这个皮筋儿小蘑菇，我们的新树说呢，这个声调真广哈，没错，因为呢，皮筋儿小蘑菇说呢，因为主播都是唱小旦的啦，没错，我一开始呢是唱男生角色，那呢，在我这个大二的时候呢，决定给自己一个挑战性，所以说呢，就转唱小旦哦，也就是女生角色。所以说呢，为什么叫做前旦郑雨涵？为什么叫做前旦雨涵？前旦呢，就是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前旦哈。那呢，如果用女生来扮演男生角色，这个叫做坤生哈。感恩哦，感恩大家。然后呢，这个策者说呢，非常棒，非常好的国语的表现。
然后呢，姿态优美，然后呢，美观心胸开拓，皆大欢喜。哇，皆大欢喜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哦，保持快乐哦，就是皆大欢喜。等一下再跟大家聊一下主题哈，皆大欢喜。然后呢，在直播间美好的幸福腔调的观感，会让大家一个暖心的祝福。每个人的夜晚陪伴都不孤单，都是一种文化的观感，文化的飨宴。美好的带给腔调幸福，造化了空间气息，美观人的心胸开拓美好的夜晚。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策哲，感恩您，也感恩我们的 POPO 大的鼓励哦。POPO 大是哪里的朋友？比如说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是中国大陆的好朋友？欢迎跟我们介绍一下哦，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打声招呼，聊聊天哦，欢迎大家。线上的好朋友还没跟我打声招呼的朋友，要记得呢，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咯。没错，比较有名气的现在可能就是明华园啦，然后呢，就像唐美云啦、孙翠凤啦这一些呢，都是有在高声传所演出的，没有错。更早期的高声传呢，还有徐雅芬老师，还有这个徐雅芬老师也非常棒的演出哦这是更早期的高声传啊。那最近的都是我们的孙翠凤以及唐美云。那呢，在孙翠凤里面呢，会看到孙诗佩，也就是呢一心戏剧团的这个当家小生哦他们家呢有2位小生，是孙诗咏跟孙诗佩。那呢，孙诗咏跟孙诗佩这个一心戏剧团呢，这周末也会在高雄来演出哦。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来做介绍咯。是的，我们的皮金儿小蘑菇说他喜欢杨丽花。那我问皮金儿小蘑菇，为什么杨丽花啦、叶青啦、黄香莲啦这几个当时呢都在这个电视上非常有名气的偶像明星，为什么唯独你喜欢杨丽花呢？也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哦。因为呢，也有线上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就像我们的淑英姐，也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她也喜欢杨丽花哦。那呢，你们可以互相切磋，说，你喜欢她的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喜欢她的唱腔，喜欢她的扮相，喜欢她的传承。比如说她现在传承给陈雅兰，那呢，也都可以跟大家做线上的分享哦。感恩我们的皮金呢小蘑菇，我们的心树，我们的最后一大大，我们的 POPO 大大，我们的伟成，我们的冠宇，我们的策哲，还有线上好多好多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的雅文以及我们的 ALDI 大，感恩大家。等一下在跟大家再继续唱歌之前呢，我们来报一下新闻原来是这个原因因为呢，杨丽花呢先把这个歌仔戏呢带动这样的欢乐，散播这样的歌仔戏的文化也没错哦。感恩我们的这个心树，以及呢小咪老师很会演没错。这个小咪老师呢，跟我们这个王金英老师呢，他们也有一个类似像剧方的这样的粉丝专页。那呢，他们也都有在传承一些学生比如说像是敏金学长，以及呢前几天有跟大家介绍这个新谐星歌剧团的明学老师陈明学老师呢，他也在这个小咪老师的团队里面来做学习哦。刚
好呢，你讲到这个小咪老师。在这礼拜五呢，这个米雪老师也就是小咪老师所传的其中一位徒弟这个米雪老师的新谐星歌剧团，在这礼拜五的晚上7点钟，在我们左营的中山堂剧场外面是免费观看的有在演出这一出叫做七爷八爷，免费观看的。所以说呢，如果有南部的朋友，欢迎到左营的中山堂户外剧场所观看这一出七爷八爷感恩大家。我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因为小时候呢都看杨丽花长大的，所以说呢伟成也看杨丽花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呢从这样子，不管是杨丽花歌仔戏、黄香莲歌仔戏、叶青歌仔戏这些剧团里面呢所看到这些老师们，以及呢所看到这个文化戏曲也感谢大家在等一下呢播报新闻之前先来唱个歌曲，然后我们对调一下，因为呢这个呢没有先唱个歌曲先带动一下气氛不行。刚刚呢有跟大家讲到我们有应观众要求说要唱个7字调，我们就来唱这个7字调对，小凤仙也是一绝的，只是比较早就过世了没错。我们来唱一下这首7字调，在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公主以及驸马呢来论身份地位的差异性，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7字调。世上何定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在。天地君亲属就交拜，君在亲上，你当知。在家可表对你的挺胸，可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水灵。这呢是我们传统的曲调7字调，但是呢用着我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的这个歌词来所演唱，来论身份地位，来论说呢你以为你是公主你就比较骄傲吗？你这样娇蛮的个性你以为我信你吗？但是呢这个公主也说天地君亲师就要按照安排耶，你以为我们是夫妻我就要尊敬你啊？没有这回事。当然呢他们就争吵起来了，等一下呢也再跟大家继续讲下去咯。是的，这个呢杨丽花歌仔戏的得意门生就是我们的陈雅兰老师。然后呢我们的策则说呢，这个欣赏一个眼界，你的心胸开拓这个杨丽花她的表现呢，她的层次在舞台上呢，她的腔调柔软非常的轻柔越轻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呢柔性姿态有所不一样，以及呢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观点，然后呢这个在文化上呢都是每个人的福气，每个人的空间，每个人的表现
来造化这个世界，大家把文化都能传承到心中，福气带给每个人，感恩大家。哇，感恩我们的策者。没错哦，不管你是看什么样的偶像，不管你看杨丽花、看陈雅兰、看叶青、看孙翠凤看等等小咪老师也好，每个人呢都是在传承歌仔戏曲文化，所以都很棒哦。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呢？要先论传唱，再论传承。如果呢我唱到你也会唱，我也会唱，他也会唱，大家都会唱，100个人都会唱，200个人都会唱，那呢这样子就有办法去散播，这样子的文化传承就可方便啦，就不会这么局限于呢戏曲人才有去传承。所以说呢，今年一样也有办这个歌雄七的比赛哦，歌仔上青哦。如果呢你们到这个脸书专页可以去查这个歌仔上青，那呢每年都有比赛。今年的比赛虽然已经过了哈，再来就是复赛跟总决赛了，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报明年的比赛哦。那呢，不管你是戏曲人也好，你是观众朋友也好，你是热爱戏曲的朋友也好，都可以去参与这样的比赛哦。这个叫做歌仔上青。当然呢，刚刚有观众朋友说这个不小心帮我改了姓氏帮我改成这个陈雨涵我叫做郑雨涵，所以呢，我的脸书以及 IG 呢都欢迎大家搜寻哦，甚至呢，我有这个 LINE 的群组，在我们这个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可以搜寻这个 LINE 群组的连结，点进去你就可以加入了，可以匿名加入，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呢，这个自我介绍的时候一定要打上去，让我认识一下咯。哇，我们的心术说可以粗犷，可以柔软，可以转换，没错哦，感恩我们的心术，这也就是我的特色啦，才有办法把这个电台呢开到我们现在已经58集了要离目标继续的努力。为什么呢？我说保持快乐才能坚持呢？等一下跟大家聊一下哦。为什么呢？我们要保持快乐呢，才有办法坚持。你在工作上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说呢勾心斗角的啦，或者是说呢今天工作就是不顺，就刚好在当天而已，或者是说呢职位上有些不好的呢，那你会不会常常抱怨呢？其实我们转换一个角度去想，我今天来这里只是赚份钱，赚份薪水，因为呢没有钱我没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没有钱我没办法生活，所以说呢我要努力，我要赚点钱，但是呢赚点钱的额外呢，我可以去做我的兴趣，我可以去乐于助人，把这样的善心传播给大家。这也就是为什么雨涵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而且呢我们是没有打赏的电台，也没有收费的电台。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免费的心，一个热忱的心散播给大家。那呢我在每周4都还有去到日照中心做服务哦。等一下呢也来放一下日照中心的这个智能青年呢来唱歌给大家听哦。什么叫做智能障碍的青年？他可能外表20岁，但是呢他的心智年龄只有7岁。等一下呢再跟大家先介绍新闻咯。今天呢，在我们的高雄的前镇区有发现呢大量的蚯蚓出没那呢，大家就会担心说，到底是快地震的关系呀，还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呀，还是呢因为台风快要来的关系其实呢都有啦但是呢，专家说呢，不必要担心这个呢蚯蚓的出没跟这个地震一点关系也没有，请大家呢要放心，不要自己
吓自己哦，这是其中一则新闻。另外一则新闻呢，也在我们高雄地区的新闻哦，有一个女子呢，她去开刀哦，这个子宫肌瘤的手术，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微创手术，想不到呢，术后哦大量的出血，那呢就赶快把它再推进去急救啊、手术啊，那呢再输血给他输了8袋哦。但是呢，这没办法避免的，这个呢，肚子呢就有一条长长的疤痕在肚子上。但是呢，又偏偏哦，这个女生呢，她很喜欢去海边玩呐、很喜欢潜水呀、这下子呢，她的泳衣呢就没办法穿这样子2节式的哦。所以说呢，就跟这个医院呢要来做这个求偿动作，到现在呢也还在判定哦。我们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呢，这个每晚8点钟，不论呢你在做家事，你在洗碗，你在煮菜，你在呢陪伴家人、陪伴朋友，都可以一边来做聆听，推广戏曲文化，跟你们讲新闻的小知识，以及呢跟你们聊聊书籍的内容，大家呢一起线上来聊聊天，大家一起线上来认识一下咯。先在此呢提醒一下大家哈，明天呢放假的地区哦，这是我刚才在直播以前抄的所以说直播以后所有公布的呢，我就没有办法赶快及时跟大家说哈。直播以前抄的呢，这个台中地区、这个嘉义地区、这个高雄地区、我们的台南、我们的屏东以及我们的澎湖哈，这几个县市呢，明天呢停止上班上课哦。所以说呢，如果有这些区域的朋友，明天呢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哈。台中、嘉义、高雄、台南以及屏东，还有呢，明天北部的天气，早上呢的降雨几率呢大概在40%左右，晚上呢是70%。台中地区呢早上20%，晚上50%。台南地区早上80%，晚上70%。其实没差多少哈，然后我们的台东地区早上90%，晚上70%，其实也是没有差多少哈。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今天还有一则很大的新闻哦，在我们这个新北地区这个辅大的医院哈，有这个医师呢被刺伤。而且呢，这个刺伤的这个病人呢，还是他过去的学生哦，这个肄业的学生，辅大肄业的学生。那呢，他为了不满这个医师哦，所以说假装是病人去看病。那呢，进去诊间之后呢，就拿出美工刀要割这个医生哦。那呢，这个医生这个腹部有被割到一点点，那呢手腕也有被割到哈，所以说大家呢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止这个医生的危险，以及呢我们再来是普发1万块，大家呢也尽可能的去到我们的 ATM 以及呢我们的邮局去领取尽量呢领完就赶快把它存进去这样是最保险的哦。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有观众朋友点播到这个都马调有点播7字以及都马，我们来唱一下呢这个都马调给大家听。但是呢我们唱这个半拍就是半首的都马。什么叫做半首的都马因为呢原本在我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这个都马调比较长一点，那呢因为我要去比赛的关系所以把它切成1分半的时间。那等一下来唱一下哦。这个呢我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皮筋的小蘑菇说他以前也有输血过而且输血4包。在急诊室的时候呢，他说呢，我在求你结果就被推进这个手术房了
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及呢，一有小状况呢，就要赶快呢去检查一下。像是呢，我们的侧哲其实是我们脑瘤的患者，那呢，他也已经去开刀手术完了。那呢，线上呢，我念他的名字这个名字呢不是他的本名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一下下再来呢，我看到我们车哲的留言也先念一下，等一下再来唱一下都马调车哲说呢，在这个社会的繁忙，在每个时间、每个时段，每个人呢就有这样子开阔的心胸，然后呢来听一下这个广播电台帮助社会的造化，带动时光美好的帮助每个人的应用。福气的带来哦，那每个人呢都有美好的时光以及祥和，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策哲，感谢您。血压30超低的，通常都要在这个120左右。你说90几、80几，其实就降得很低了，你降到30就已经很恐怖了再来，我们来听一下我来唱一下这首都马调。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的歌曲哦，我们来听这首都马调，感恩大家。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凭好意调工，将伊塞学习失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兵。夫妻才能再好下去。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饭中有缘要过庄，你有能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看你过爱，恋来啰嗦，带你。做会行，怎不对你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我们的伟成说呢，你听过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对不对？是吗？你是不是有听过这个一怒打金枝？这个一怒打金枝呢，这一出专辑呢，是我重新再下去编剧的为什么我重新下去编剧呢？因为早期呢，我们所看过的这个杨丽花歌仔戏呢，甚至呢，在剧校版本的这个台湾戏曲学院的版本，以及呢，我们还有各种剧本的版本。那呢，为什么我要重新编剧呢？因为呢，我又参考了这个豫剧的版本，以及呢京剧的版本，才知道呢，这个公主的名字叫做李君蕊，李君蕊。那呢，这个名字呢是由早期的豫剧呢他们所取名而来的在我们的歌仔戏。在京剧呢是没有这个名字的，是我们早期的豫剧呢所帮他取的名字。所以说呢，我就重新下去编剧，找了呢我们的台语文编修老师翁青霞老师，以及我们的音乐设计跟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弹奏，我们的对，我们的这个桃园的大明园歌剧团谢香涵老师、谢学祥老师以及谢学成老师下去呢帮我录制音乐哦，也感恩这些的老师的赞助，这些老师的支持。所以呢，如果有喜欢这张专辑在我们底下的连结也有这个专辑的连结哦，一张才360元，是跟大家做一个结缘的价格。那呢是超商的货到付款所以说不用害怕被我骗。但是呢，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你是比如说高雄的朋友啦、台南的朋友呢，可以先加入我的赖群组里面。
那呢，我们可以用面交的方式哈，甚至我们的台中的朋友以及台北的朋友，我们有机会呢，可以一起聚一聚，聊个天。我也有想说哈，来办一场，大家一起来同乐会一下下哈。哦。我们的心树说呢，怎么可以背得这么熟哈？因为呢，这是我自己出的专辑啦，我自己呢下去编剧的。那呢，除了编剧以外，后制的录音也是我自己录的。因为呢，我们没有进这个录音室所录哈，后制的录音，然后呢，后制的剪辑，后制的混音，后制的这样的设计，这个美工设计。都是由我郑雨涵本人钱蛋雨涵呢自己下去做制作，因为呢没有这么多的成本可以下去做制作哈。但是我们找了这个大公司下去帮我们做这个唱片的压制，这是专业的像唱片压制哦。里面呢给大家看一下哈。在这个唱片里面呢，这个封面的地方原本是我们的歌词本，那呢 CD 专辑上我们也印得非常的漂亮，它是用压片而成的，而不是用这个烧录的非常精致的专辑。里面呢就会唱到我们的七字都马，然后七字连空奏，带七字一，七字摇板，以及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花娇燕、良夜之歌，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还有怒骂调，非常非常多首的歌曲。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以及呢在底下的资讯栏可以做购买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们，掌声鼓励。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但是你确定呢有听过这样的曲调刚刚唱的那一首呢，就是我们的都马调。都马调怎么来的呢？是由我们大陆的戏班来到台湾演出的时候呢，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哇，很好听耶，我们就把它抄下来。抄下来之后呢，早期我们更不知道这是什么歌曲呀，看到它上面写着都马班，那我们就把它改成都马调，这就是我们都马调的来源哦，感恩大家。原来如此。我们的心树说呢，这个豫剧就是河南的大戏哦。原来如此，感恩我们的心树的补充哦，感谢您。也欢迎我们马来西亚的淑英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时候呢一定要给你一个欢呼声感恩我们的淑英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线上好多好多的好朋友哦。记得呢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做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那呢等一下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天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戏出可以看先感恩我们今天上来的最后一大大，我们的雅文姐，我们的ALDI 大大，我们的车哲，我们的冠宇，我们的皮金鹅小蘑菇，我们的心树，我们的伟成，还有我们的POPO 大大，还有很多线上的好朋友哦，还有我们的淑英姐，感恩大家，也欢迎我们的淑芬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次欢呼声。欢迎我们的淑芬姐。那呢今天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也非常感恩她她邀请了我们的伟成以及心树都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小弟本人也才27岁而已，
所以说呢，主持的如果不好，或者是呢哪里做的不完善的地方，要尽量的给我建议，也欢迎加入我的赖群组，多多的给我建议哦，以及呢可以加入我的脸书以及 IG， 都叫做郑雨涵。诶，小蘑菇的姐来了吗？所以呢，这个是亲姐姐还是这个干姐姐呢？哎呦，让我好奇了哈！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跟大家讲一下新闻哦哈。因为呢，我们的台风哈要来了，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垦丁大街哈，大家呢是休息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有在垦丁大街的朋友呢，你刚好去垦丁玩，然后呢，你住在那里的民宿哈，那就无聊，邀请你的朋友上来看雨涵的广播电台吧。因为呢，垦丁大街今天没有开哈。欢迎我们的淑芬姐，欢迎我们的新树以及皮筋的小蘑菇，然后呢，大家互相打招呼哈，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气氛，也感恩大家哈。然后呢，在我们这个苗栗的南庄哈，有这个小客车呢，因为他开到这个山路，结果开错路哈，他想说要回转，结果呢不小心就悬吊在那个山崖边哦。也还好没有掉下去，但是呢，非常非常的恐怖哈，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哦。蘑菇的小七姐是什么？第7个姐姐吗？还是哪个姐姐？哦，小七姐是哪一台播什么？好，原来如此。对，没错，又是导航惹的祸哈，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都是导航惹的祸，惹的祸。现在晚上只有看歌仔戏了哈，没错，感恩呢大家上来观看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你们哈，因为师父休息呢，所以让你们全员都到齐。所以呢，在此也感恩师父，感恩你休息哈，才有办法让这些朋友呢来到我这里哈，所以感恩师父咯。开个小玩笑哈。对，今天有很多的新闻改成导航惹的祸，没错，都是导航惹的祸哈，害他悬吊在这个山崖边，非常非常的恐怖，要我们自己人就吓死了哈。再来呢，今天线上好友呢有发现哈，台中地区好天气哦。这个网络好友呢，他们就在开玩笑了。他说呢，这个台中地区呢，永远呢都是到了这个台风过了之后，这个台风假呢，前一天先放完，后一天呢才会大风大浪吼，才会有这个大雨，才会有这个大风。不然呢，台中呢都会逃过这个我们在港口的时候，我们下雨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好天气哦。这一点也蛮奇特的哦。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结界呢？再来呢，等一下哈，先来跟大家唱个歌曲。等一下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礼拜呢哪里有好看的戏可以看，以及呢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的结缘的咖啡饼干。等一下再跟大家继续来做介绍。先来唱这一首歌曲，叫做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都是七字头的哈，也就是呢我们的七字调的延伸版。在我们银楼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他打了这个公主，
他用藤条呢来教训完公主之后呢，当然呢要赶快绕跑了。所以先唱我们的七字联，再来呢唱到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哦，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哟。大概我们唱欧北照呢，不要跑去其他台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七字联、七字摇板、带七字一。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何人心头硬？当酒假死啊，已生病，待何人求心不惊？驸马挑衅，无将义，因为爹娘啊，忘妻离，风风翻飞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小气，听歹目无尽受意，驸马无顾世情义，并过亡人情义。感恩大家所聆听这首七字联、七字摇板跟带七字音哦。当然呢，今天的声音没有很好听啊，所以说呢，容许我再喝一口水哦。哦，原来如此。另外那一台是中午以及晚上有在这个开播哈。那呢，我们的淑芬姐，你去看这个白天场的啦，晚上场来我这里哈。没有啦，开个小玩笑。欢迎大家呢去各大台所看，因为呢小弟只是一个小的频道如果有欢喜之心，就上来呢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说呢？保持快乐才能坚持，因为呢我们是没有收费的这个电台，那呢也可以呢坚持下去做这么久的原因，是因为呢，我去到日照中心做服务哦。那呢，这个智能障碍的小朋友哦，他们居然把七字调以及都马调都背起来了哦。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所唱的都马调，欢迎大家，感恩哦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个智能障碍的小朋友他们所背的这样的都马调。在这里呢，等一下下一段呢是我自己也忘记歌词了，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尴尬的气氛不对，小老鹰喊做会，再来是什么？会就开，再来是什么？小老鹰喊做会。万神祈求，万德祈求，对，万神祈求几天会开始，来，我们再一次万德祈求几天会，哇，大家好厉害！这个呢，就是去到这个日照中心所服务这个智能障碍的小朋友，他们所不到10次的课堂哦，就把这首都马调以及呢歌仔戏调这个七字调呢所背起来，所以也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潘俊廷，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各位线上朋友呢，帮我做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
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哈。那呢，底下的资讯栏也有我们的LINE群组的连结喽。欢迎我们的潘俊廷。再来呢，要跟大家介绍呢，我们一心原民戏剧坊所做的这样的咖啡饼干手做饼干哦。一开始呢，他们只是呢在演出前会做给大家所吃，那呢都是免费的这样的结缘品，以及呢他们剧团里面所吃的这样的手工饼干哦。那呢后来呢，我就跟他讲，为什么呢你不拿出来卖呢？这么好吃，纯素的哦。那呢，里面呢就只有我们的雀巢咖啡粉、燕麦片以及坚果，还有低筋面粉这样子所组成的咖啡饼干。那呢，它在这个冷藏的冰箱可以存放1年哈。那一包呢是10片，那呢一包是100块哦。在我们这个LINE群组里面，或者是呢你在我们的脸书以及 IG 呢，都可以搜寻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或者是搜寻郑雨涵哈，可以到我的脸书以及 IG 来做订购，跟他们来做结缘哦，保证哈这个一吃就上瘾哈，感谢大家。刚刚这一段呢是在业配时间哈，等一下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周有什么好看的戏出喽。先跟大家介绍呢，在这礼拜5呢，由我们明轩老师所带领的新谐星歌剧团，在我们左营的中山堂有所演出哦，是户外的广场，所以是免费所看的哈。这礼拜511月14号，在我们左营的中山堂有演出这个新谐星歌剧团的7爷8爷。再来呢，这礼拜6日，在我们左营的中山堂室内剧场，这个11月15、16号，由我们一心戏剧团所带来的一代神仇这个的戏码哈为什么讲一半呢？因为后面我自己所写的字我自己看不懂啦，所以说呢念一半而已哦。很长呢，我会把自己的字按那勾这会，所以呢，我这个一点也看不懂我看到了欧字子一代神仇欧字子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在11月15号、16号，在我们的左营中山堂室内剧场，有我们一心戏剧团的戏哦，可以去做观看那也欢迎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有什么呢想说的都可以跟我们说。欢迎我们的韵柔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感恩你感恩我们的伟成的掌声鼓励哦，感恩我们的伟成，也给我们的伟成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然后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说呢刚刚打瞌睡了，快睡着了这个淑芬姐说呢，太早起没睡午觉吗？再撑一下，没问题，我马上下播我们再唱个歌曲，然后呢等一下来做一下腹式呼吸法，我们就下播，这样好吗？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辛苦你咯，也欢迎我们的韵柔韵柔呢上班很忙偶尔呢是比较早上来，偶尔比较晚上来。韵柔是家庭主妇，还是你是单身，或者是说呢你是正在工作的呢？也都欢迎跟大家有所介绍不知道我们的线上朋友因为今天多了好多朋友有我们的俊廷有我们的伟成，以及呢新树，还有很多线上的好朋友你们住在北中南哪里的地方呢？你们住在哪里？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也大概知道一下大家住在北中南的哪里呢？那呢，我们改天来办一场同乐会的时候呢，我可以来找个地点因为改天我有想要办一场这个
实体的这样的演唱会，那呢是免费的，大家免费入场，那呢想要投多少钱就投啊，不投也没关系。那呢，我们就大家呢主要是来团聚啊，主要是来聊天一下哈。明天台南要上班上课吗？不用哦。明天呢有停班停课的地点呢，这是在我直播以前抄的哈，所以在后来这个宣布的我不知道了哈。这个台中、嘉义、高雄、台南、屏东、澎湖这几个地点呢，明天停止上班上课。所以说呢，如果有这几个地点的朋友呢，注意哦，明天不要出门咯，就留在家里哈。现在外面如果还没有雨，就赶快呢去备一下货，这样子哈。来，我们的伟成呢是我们新北的好朋友，感恩我们的伟成哦吼，大老远你看新北的好朋友也看我们雨涵的电台，还有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淑英姐也看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线上好多好朋友都欢迎跟我打声招呼哦吼。等一下来唱个歌曲给大家听哦。明天彰化是怎样？彰化也停班停课吗？那就恭喜大家喽！有停班停课的朋友，记得呢不要出门哈。记得呢如果家里有得煮，就是呢煮一下哈。明天会停播一晚吗？不会不会，这个呢政府的停班停课呢跟这个雨涵电台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呢。一样会上来跟大家做聊天，虽然我白天一样有上班哈，但是呢，一样会努力的上来跟大家呢来聊聊天，聊聊新闻，以及呢，明天我们来聊一下即时的这个灾害状况啦，等等之类的，让大家呢聆听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呢，也都知道一下新闻内容咯。哇！欢迎我们的苑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我们今天有很多不管是新旧朋友，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也介绍很多朋友哦，感恩大家，给你一个亲吻哈。感恩大家咯，感恩我们的苑玲。然后呢我们这个柔宇说呢那你早上不就要很早就起床了？没错，早上不能不出门，因为我早上要上班。因为呢我在这个超市业工作哈，所以说呢如果不去上班呢，他就没有东西可以买哈。所以说呢白天的工作呢还是要去做，人家愿意给我们做，我们就努力去做，这个叫做能者多劳哈。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这个花莲鸡雾段哈，他说感恩，也感恩呢我们这个花莲鸡雾段哦，掌声鼓励鼓励哈。淑芬姐晚上又没有怎么人在播，不知道要跑去哪里。不要再乱跑了哈！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等一下就去睡觉哈，没有啦哈，不要亲你了哈，那我就再多亲个2下了哈，开玩笑的啦哈。再来呢，我们再来唱首歌曲。再来这首歌曲是我们的驸马所唱的，小声所唱的啦，这个声音会比较粗一点，但是呢等我喝口水因为真的快感冒了，我已经在喝舒跑了等我一下，我喝口水。再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是呢表现我们呢这个小生这个驸马呢非常有气势的出台，我们来听听看哈，等一下来跟大家做解释咯。太子金雕领红兵，贵妇提棍王受雷霆。唯独公主不
行，驸马怒会莫心平。一老性病，叫万姓。尊心加倍不将礼敬，听说笑啊，乐观第一。为吾罪义论分明，哎呀，山岭行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归爱红回应。这首呢，这样的《莲花铁三郎》的后半段，以及我们的风萧萧呢，表现这个驸马呢非常生气的回府哦，因为这个公主呢，居然这个娇蛮的个性，不去给这个驸马的爸爸妈妈呢，妻食双寿哦。这个驸马的爸爸叫做我们的郭子仪，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打到这一片的江山呢，回来给这个皇上，居然呢，这个公主哦，娇蛮的个性，觉得我是皇家的女儿，我为什么要去拜寿呢？所以说呢，这个驸马哦，非常非常的生气，也就是一样，从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的歌曲。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一样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要来做感恩3件事情哦。如果线上朋友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想跟我说的呢，不用客气哦，都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今天的网络应该顺了非常非常的多，也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最辣辣的爱你。再来呢，我们一样呢，要来用这个都马调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线上好友也欢迎跟着我一起做哦，不管是我们的心树、我们的伟成，然后呢，我们的柔宇、我们的苑林，还有我们的花莲这个机务段，以及呢，还有我们的俊廷，都欢迎你跟着我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感恩大家。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哦，不论呢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我们的胸前、在我们的腹部，甚至呢贯穿到脚底，甚至呢贯穿到我们的脑中，都一起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哦，我们要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咯。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先想着自己感恩的第1件事情，
不论呢是跟家人，是跟朋友，是跟我的主管，是跟我的同事，都先来想感恩的第一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我们想感恩的第二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想想今天不论跟路人，不管跟朋友，不管呢跟服务人员，不管跟陌生人，我们都来想感恩的第三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感恩大家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论呢是新旧朋友，不论呢是新朋友，今天第一次来聆听，也感谢你呢来帮我按赞，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聆听，跟我一起来做互动。如果是我们的旧朋友，也感恩你这么多天以来，从我们第1集来到了第58集，也感恩大家，不论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加入进来的，也都感谢你的订阅、关注，以及每天上来跟我们做互动哦。如果呢觉得这样的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不错的朋友，你的6日2天呢也都可以利用这样的片段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的练习哦。因为呢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在做直播哦，来回复一下线上朋友的留言哦。哇，感恩呢我们线上的好多好朋友哈，我们的淑芬姐呢跟大家说晚安，以及呢我们的 JOE 大大说哈，感恩种花电信哦，没错，感恩我们的种花电信的服务哦，帮我接好了之后呢，你看这个直播节目哦，非常的顺畅，以及呢你看这个画质哦，非常的棒，所以呢再次感恩种花电信，感恩你咯。但是呢，为什么叫做种花电信呢？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线上朋友帮我一起取的啦，也感恩他。再来呢，感恩我们的这个林小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他说呢，今天来晚了没关系，那呢你等一下呢再听一下回放。但是林小朋友，你是不是等一下也差不多要睡觉了感恩我们的 JOE 大大，我们的蛙贵说感谢雨涵这么好的直播节目，也感恩我们的蛙贵，我们的 JOE 大大哦。这个 JOE 大大为什么叫做蛙贵呢？因为他很喜欢吃蛙贵啦。那呢，也感恩你上来聆听，而且呢，蛙贵呢他是没有在听歌仔戏的，他纯粹呢觉得说，雨涵的广播电台是这么样的乐观，以及呢笑容满面，带给大家呢一个正能量的感觉，所以呢上来给我支持，也感恩我们的蛙贵。这样子念大家的这个名字呢，昨天有这个曲奇饼干的啦，有这个恐龙康啷的啦，今天呢这个最后一大大呢，有这个蛙贵的绰号越念呢肚子好饿等一下呢再来念一下撤哲的留言哦。
我们的车哲说呢，每个人呢都有美好的时间度过美好，不论呢是跟家庭，不论呢是跟谁，都能非常好的在这样子腾出空间呢，不管在繁忙当中腾出空间来聆听这样子的雨涵电台，以及呢大家呢都要去健康检查一下，以免呢影响到自己的事业不要为了任何事情就是要赶快去先做检查，这样子健康呢才有正能量该检查出来的医生判断的，然后呢以及我们去开刀治疗的都是非常好的哦。也感谢大家一起呢来开拓这样子的直播间，美化心胸，帮助呢大家的文化观感以及呢美好的时光，感谢大家，也感恩我们的策哲，感谢您。策哲呢是一个脑瘤患者，那呢他是之前在50岁的时候呢，在牵机车的时候发现摇摇晃晃的，而去开刀，然后呢而去检查，发现呢像鸡蛋这么大一颗的这样子的脑瘤哦。那呢开刀之后当然会有点像中风一样，就是要拿着拐杖等等之类的，但也跟我爸如同差不多因为我爸是心肌梗塞，开刀完之后呢当然也变成是类似像中风的阶段，但是呢大家呢像我们的策哲56岁，我爸爸呢是57岁所以大家都要身体健康检查，要努力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人生，然后呢如果有生病也不要担心我们就照着医生的步骤呢，我们要继续努力开拓下去也感恩我们的林小朋友上来哦，不管呢你来晚了或者是刚听也都没关系。如果呢你是比较晚睡的，那也没关系哦，你就听着回放下去听回放。感谢我们的策哲说着舞台的美好，然后呢带给每个人的福气满满，以及呢吉祥每个时间的层次观念以及闪亮以及快乐，感到乐观其成。无论在繁忙的事业里，小小的直播间小小的时间，也都可以让大家呢乐开怀。哇，乐开怀很棒哦，很棒的词汇。以及呢这样子大家美好快乐，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的心灵，以及感谢大家，也感恩我们的策哲，感恩您。这个林小朋友说呢，你的阿公是中风那呢也要注意一下，也要多多照顾他也感恩我们的雅文这个从头听到尾，感恩我们的雅文。感恩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那我们要明天再会咯。如果呢没聆听到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那呢我们就记得回去听回放，等一下会把影片呢放上来给大家听回放。如果对我有兴趣的朋友，我的脸书以及 IG 呢叫做郑雨涵，那呢底下连结有我们的赖群组的连结，欢迎大家加入，可以匿名加入所以欢迎大家咯，感恩，掌声鼓励鼓励。也感恩我们的雅文说你好，欢迎我们的雅文感恩你，欢迎你每周1到5的晚间8点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我们的最后一大大说晚安，感恩我们的淑芬姐说拜拜晚安，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感恩大家，感恩我们的伟成我们的伟成晚安感恩你。欢迎大家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做结尾咯，感恩大家。明天风大怎么直播？明天风大我在室内直播所以说呢没有关系明天白天我还是会出门上班，那呢晚上会上来做直播明天会上来吗？明天会直播明天不管我们的台风假只要没有停电停电我就没办法去上来那只要我们
没有停电，那我就上来跟大家做直播、聊天、聊新闻等等之类的。欢迎大家明天再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明天再会喽。温阳广播七十相求，心不怕心不留，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宵乐悠悠。不太可能停电吧？谁知道呢？因为上一次的台风，这个雪甲，台南的雪甲就有停电，所以说呢，意外跟明天呢谁都不知道，所以呢，我只是开个口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有意外的话就没办法直播哦，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停电啊哈，别让偶尔吹哦。我们伟成说呢，现在不能说停电，都说跳电哈，没错，不然就说电线跳脱哈，这个鸟不小心去上面的啦，松鼠不小心去上面的啦，猴子不小心去上面的啦哈，这个电线跳脱哈，没错，现在没有说没停电的，都说这个跳电哦。边水天梯那管天波音，也背在古代不马为故。那各位线上好朋友，我们明天再会喽！各位晚安，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喽！生病公主，军队正是怪命，今季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事优秀，毋甘将礼赔。闹军队神将头家，怪爱呀，怪爱，毋通严家想要贪奉杯。太祖今日要领王兵，为父提军王守礼亭，为夺公主不尊刑，驸马怒悔满心刑。